包罗万象，举一千从。从今天起，我的名字就叫千从。我要去万象学成，我会加入千从兽，我会活出我自己，我会成为千从兽史上最强的总长。你闪烁的眼瞳，像星划破的夜空，眼底满溢的光，让黑暗不再汹涌。繁星熠熠，耀眼天际，一起听黎明讲起心跳的声音。双目凝成记忆，像晶莹的泪滴，颤动了我的心，只想为你扫平荆棘，无畏无惧，披荆斩棘，回望你白驹过隙，时光灭迹。等风扬起，尘埃未定，我与你同行，任它斗转星移，我们始终如一，守出真心，不问天意，奇迹无止无尽，光芒映成结晶，守护着我和你，从此万象一心。看官，不先点个追番？包罗万象，举一千从。学成的根本就在于能吸纳来自各国的人才。今天是学院入学考试的日子，从华国、诺亚国、奥克莱尔国赶来的考生都会聚集于此。当然，也免不了会有人趁这个机会搞些小动作。所以，各位兽卫们请注意，今天的招生工作与巡逻工作务必格外谨慎。是。用我所有的积蓄换一张准考证，换不换？不换。等等，我还有。哎呀，你呀，换了准考证有用吗？傻炮一个，就别瞎折腾了。包罗万象，举一千从，这里可是万象学城，就算是哑炮也能被包罗进来，不是吗？这枚铜币可是200年前发行的，这可是古董，一个可以当10000个使呢。怎么样？我这没什么问题吧？这回总换了吧？哎呀，好吧，那我就把这准考证卖给你了。耶！啊！哎，还有这个啊，这是什么？就当是你掏光家底儿给你附赠的礼品好了，带着它去考场，保你通过考试。哎呀，别看了，你是哑炮，启动不了这个气的。说的这么玄乎，你忽悠我呢吧？没这东西，准考证不一样是准考证吗？那你丢了它试试，别忘了，你的准考证是假的。行，再见。例行检查。哟，哎呦，我们这都是正经生意，有什么好查的呀？快递已发出，请尽快取件。哇哦，任务终于下来了。开工。经过，夹了你的手指！
然敢弄脏尊贵的蓝索公爵大人的鞋子！怎么这么多人围在这里？臭狗，看我不打死你！臭狗！哎，住手！你们不要跟一条流浪狗过不去，这样有辱贵族的身份。艾尔维斯，你少多管闲事！难道这狗让你想起了你的家族暴发户伪贵族？你根本就不配待这个。阿尔维斯，松手！莱恩，算，这里不是奥克莱尔，不要为了这种人失了贵族身份。是的，飞奇大人。哼，暴发户。他们是奥克莱尔的贵族。不好意思。啊，馒头，渴了半天摸了个穷鬼。哎，真巧啊，我们的包一模一样啊！哼，不对，我身上的只是一包垃圾而已。这种谁都能用的低阶器做出来的障眼法，太容易识破了。都不说持续时间和有效距离有多短，只要像我刚刚那样一拍，立马就现出了原形。你别瞧不起他，我上上下下一大家子，还得靠他吃饭呢。你能不能靠他吃饭？先问问守卫怎么看吧。大侠，别把我交给守卫啊！行，那你给我一个理由。从你包里的准考证可以看出，你要去考试。考场在城外的临海，从这里过去，怎么说也要小半天吧。不过刚刚好能赶上考试。但是，你如果把我交给守卫作为证人，你铁定逃不过案件登记、调查笔录、案发现场回访的一条龙服务，那可就赶不上考试了。难道说你愿意为了一个小毛贼，打算来年再考？行，那我就放了你，但是你要答应我，以后不能再犯。真的，我要是答应你，我一大家子岂不会饿死？不过道义有道，这次算我欠你个人情，日后定当奉还。是你啊！以后还是离那些贵族远些的好。我的包，是谁？是谁抢了我的包？已成功取件，收件地址临海，正在规划路线中。是吧？哦，你那可爱挺翘的小鼻梁，快让我看看！都红了！你走路不长眼吗？对不起，是我没看到。你的意思是收矮吗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给我拦住这个诺亚人，免得他又瞎眼又捣乱。来，我们继续赶路。好的，飞奇大人。哼，我不喜欢这种目中无人的女人，我们要不要教训教训她？我们还是少找些麻烦吧，尤其她还是奥克莱尔的贵族。你自言自语什么呢？长得挺可爱，难道除了走路不长眼，脑壳也有病？你们主人已经走远了，不用再拦着我了吧？这么急做什么？留下来陪我们玩玩呗！就是陪我们玩玩呗！我还
还有急事，不要挡路。我的裤子！抢包贼就是那个诺亚女孩啊！正面硬拼的话，100%会背。还是想想别的招吧。等我一下，来了。哎呀，今天天气还行啊！你快过来！水果，新鲜的水果，快来看看新鲜的水果！哎，他使用炎能，就在与他接触的一瞬间，确实有炎能的反应警报。你玩了什么把戏？你胡说什么呀？放开我！包还在，但刚才的警报反应……你碰瓷儿啊！大家快来看啊！这个人碰瓷儿啊！少尉快来啊！这有人闹事儿啊！怎么办？惹上少尉可就麻烦了。没想到这么快就还了你人情啊！薛老，这狗还挺机灵的，以后就跟我混了。我说你还是做些老实营生吧，不然迟早会被兽卫抓走。先管好你自己吧。后会无期。恐怕就是这个东西，把那个诺亚少女引来的。那你丢了它试试？原来是这小子调包的快递，灵，抓住他！怎么这么快就找到我了？居然一丈量他，真小看他了。我们有任务定位，不会跟丢。真是阴魂不散！结果，不管了，去！道路千万条，安全第一条，请勿擅闯红灯。不见了，查下目标定位。目标信号好像被什么东西干扰，时断时续。信号最后出现的方向是1点钟方向。幸亏我对垃圾车的路线了如指掌，要不然就不能准时到这儿了。哼，我终于来到了我梦想的舞台。好臭啊！
请出示准考证，请通过。感觉还是不够香啊！妈妈，看着我，这是我成为千丛兽的第一步。嗯，那是什么？请出示准考证。快！请通过。这里警卫力量很强，不能硬闯。皇上，我们要进去和莱恩大人会合吗？只是我们连裤子都没了，这样进去只会丢少爷的脸吧？那样的话，我们就罪该万死了。而且，放在裤子中的准考证也被那个诺亚国的少女给切碎了呢。我的准考证是放在上衣口袋里的。顺利进入。啊，这个是。这是锦兽谷，遇事危机惊醒兽尾，不是随便能敲的，除非是遇到了必须让学成警醒的大危机。哦，往里面走，那里才是考试的地方。痛死啦！锦兽谷已经有100多年没响过了，人们对它持有敬畏，视它为特殊之物，不轻易敲它。这只是它不响的原因之一。更重要的是，它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被敲响的。贵族少爷，你不学多才，帮我看看这是什么呗？这个是气。我们家族用了几代人的努力与付出，才换取了这个代表着身份与荣誉的勋章。发誓，要爱护这枚勋章，用生命维护家族的荣誉。我发誓，家族荣誉不容玷污。这是搞什么？突然冒出来多管闲事。停！我们不能这么被动挨打。看来我猜的没错，他不是针对我，而是那个气。沧海桑田，我也能加快时间流逝，将身体速度提升到极限。速度好快！出场时间结束，安检关闭。考试即将开始，请各位考生注意。考试即将开始，请各位考生注意。
殊对眼能，居然能把我的时间逼到极限。你们在干嘛？现在是考试时间。如果要私斗，也请在考试结束之后，知道吗？切，算他运气。我们明明没有拿到快递，为什么会提示任务成功？管他呢，任务完成就行。考试快开始了，要尽快恢复身体的时间才行。啊，这是。考试开始了吗？这么快？快躲开！躲开这些畜生！可爱的考生们，你们好啊！什么情况？这是考试吗？不像啊！你们是谁？从今年起，随着考生数量锐减，兽位预备役不足，不用几年，就不会再有新的兽位出现了。这打，难道他们是恐怖分子？哎呀，考官们都没动，你们就敢动？这是临海水母，铜墙铁壁，内部坚不可破，只能从外部攻破。不要妄想向外求救了，临海水母能困住万物，包括信号。不信，你们就问问这些考官们。怎么办？没有信号了。不要慌，把这些考生全部杀死。大家不要慌张，只要齐心协力，我们一定能撑到外面的救援赶到。这里可是学城，千丛兽一定会发现异常，并赶来救我们的。很可惜，在兽位赶到之前，你们就都会被我们消灭干净了。废话这么多。上题看路。哦，谢谢老师。这样耗下去可不行。这么多恐怖分子，怕是援兵还没到，我们就都完了。废弃大人由我来守护。不行，得想个办法。有了，这样应该能行吧？不管了。坏小子！哎呀，他激怒了临海水母，估计已经被打成灰了吧？尽情战斗吧，少年们！援军来了，就是我！啊，你是怎么出去的？这个地方在古代是斗兽场，
为了让野兽顺利进入斗兽场中心，在地下必须建很多通道。只不过因为年代久远，那些通道出口早就被封堵了。但是林海水母为了固定身体而把触须插入地下的时候，其实就顺带打通了那些出口。我烧它的触须，就是为了诱使它抽出触须，这样我才能顺利的进入通道再爬出去。而林海水母最怕的就是从外面受到攻击。你们现在就没办法把我们一网打尽了。悬崖下面就是林海，我们多的是办法逃走。演得挺像啊。彼此。啊！这是考试，你们都是考官。由我们假扮成恐怖分子对你们进行突袭，就是这次考试的内容。只要你们突围成功，就算通过考核了。原本只有这个红发少年一人通过，但是他杀了一个回马枪，等于是让全部考生都突围成功。所以这次考核全员通过。啊！真的？我真是太厉害了！接下来会由戴好七老师为大家依次录入学员信息。学员信息？等等，诺亚少女，红发少年，你们两个根本就不是考生。闪烁。